嗨，大家好。首先呢，我嚟自我介紹，我姓陳，名水成，霹靂陶瓷廠商工會嘅顧問。江沙路年長者呢，相信會好多識得我，但係呢，後生嘅好多都唔識我啦。咁呢次呢，要講陶瓷工會嘅來龍去脈呢，係陳周平會長同埋咁多理事要知道陶瓷工會嘅歷史。咁樣我大膽嘅講工會嘅歷史呢，係靠我嘅記憶同埋部分嘅呢個轉報。如果有錯漏呢，請大家多多見諒。我答應講述陶瓷工會嘅過去先，認為係好有意義嘅。第一，俾陶瓷同業同仁呢能夠了解已經有40年歷史嘅工會呢一路嚟嘅操作，相信而家嘅陶瓷業呢已經進入第二代或者係第三代嘅時候啦，所以對過去嘅工會一切呢都唔係好清楚。其實參與陶瓷工會嘅會長理事呢，都係一樣好食力不討好嘅工作，為佢工會嘅廠商會員呢出錢出力，任獻任勞嘅服務。呢只係擔任過理事嘅廠商呢正知道。第二呢，希望所有嘅陶瓷業廠商及你能知道呢，工會過去為會員嘅貢獻後呢，能更加團結一致，共同嚟推展會務，為會員爭取應有嘅權益及解決面對嘅問題。講到成立陶瓷廠商工會呢，我哋就要講到 UYB， 即是係統一陶瓷企業有限公司。當時因為白泥嘅問題，廠商面對白泥嘅短缺，而且只有少數嘅白泥供應商面對白泥嘅困境呢，經過大家嘅討論，決定必須要自己揾地段嚟挖呢個白泥，供應俾我哋嘅陶瓷廠商解決白泥原料嘅問題。所以呢，我哋就成立咗一個叫做統一陶瓷企業有限公司。呢個公司呢，係由廠商同埋個人都可以入股嘅。股金呢係每個月就供幾。不久之後呢，我哋就響八針嘅地方呢揾到咗一段地，約52吉左右。經過探視之後呢，知道有白泥嘅，適合我哋廠做嘅嗰啲白泥，所以買咗呢嚿泥呢，買咗嚿地呢，我哋就挖啲白泥就賣俾所有個廠商，就解決咗呢個廠商白泥短缺嘅問題咗。過後呢，當時嘅生意唔係好好，陶瓷廠商嘅產品呢，有一個規定，一個規矩啊，就係講所有賣出嘅產品呢都有賬期。咁樣賬期呢為3個月或者6個月，所以到收到都係期息嘅時候，問題呢就唔可以用現金用咯。結果大家認為要為廠商解決現金周轉嘅問題，統一決定要向政府申請一張借貸禮申，即是係money lender license。咁我哋可以當時呢，我哋就要揾到呢個陳福元律師為我哋申請。咁我哋將公司申請呢個禮申嘅理由講俾你聽，係為咗嗰啲廠商嗰啲會員嘅問題啫。咁佢就答應 OK， 象徵式1000蚊同我哋申請呢個禮申。咁取到呢個禮申之後呢，我哋就廠商呢就可以將收到嘅期息3個月又好，4個月、5、6個月都好，攞嚟統一換現鐳翻去周轉。所以落去呢，咁嗰啲廠商呢，慢慢呢入街境，開始做嗰陣時過後就開始做外國生意啦。咁廠商大家認為必須為陶瓷業作出貢獻嘅呢，要名正言順為廠商爭取有應有嘅權益
同埋能解決廠商嘅面對嘅難題咧，終於所有嘅廠商咧，響1985年咧，向社團註冊局申請咗成立呢個霹靂陶瓷業廠商工會。唔覺已經40年啦，工會成立初期咧，因為廠商個個都做外國生意啊，大家都忙住自己嘅廠業。當生意漸漸好起嚟咧，就想到自己買一個會所，終於在19唔知幾多年，我忘記咗啦，就買咗目前呢個會所，咁樣咧就奠下呢個工會嘅一個基業。咁樣喺呢一段工會嘅期間咧，最比較難忘嘅咧就係有一件事就係有一間吉隆坡嘅陶瓷收購公司啊，咁樣佢忽然間發信俾所有我哋嘅陶瓷廠，必須即刻停止出產花盆。佢講佢攞到花盆嘅專利權，咁樣有啲廠咧就去揾嗰啲專利權律師咧要開快。但係開翻一個塊要3萬蚊，所以大家都好頭痛。最後咧，我哋就去揾到當時執政黨嘅馬華國州議員協助。經過嗰啲議員嘅嗰啲聯絡啊，或者係到吉隆坡嘅官員聯絡之後咧，我哋響吉隆坡同嗰啲copyright 嘅嗰啲官員同埋嗰啲法律顧問好大份啦，同埋嗰個部長一齊開會。嚟討論呢個問題，咁樣當時咧佢俾我哋嘅就係講，叫我哋帶所有嗰啲 catalog，即係我哋出外國展覽嘅時候嗰啲 catalog，因為有年份㗎嘛，去嗰陣時我哋好似有去美國澳洲各地方展覽咪有個 catalog咯，咁攞晒 catalog去嗰度開會嘅時候咧，俾嗰啲官員睇，咁樣嗰啲官員睇咗之後咧，覺得應該係冇可能佢可以攞到呢個專利權批准嘅，因為嗰陣時嗰個娜扎咧係印度人嚟嘅，咁佢一個親戚係做工商部個副部長嘅，咁佢就攞到呢個專利權喎。咁樣嗰個法律顧問咧就講睇到嗰個時間嘅時候咧，佢話冇可能啦。佢講當時係個 catalog 嘅年份出產嘅花盆比你申請專利權仲早，咁你冇可能可以攞到專利權啦。咁就取消咗呢個專利權，咁樣我哋嘅工會咧就過咗一個好大嘅難關啊！嗰陣時大家都頭痛唔知點樣搞。